病嘛破病，死嘛死上叫我过日嘅把只狗仔来饲咯。这就是讲刀卡手嘅因果，所以这个叫做人个教嘛，这个刀卡手嘅教因果是what阿妈意咯。upatambaka kama upatambaka kama 是刀卡手因果，达人有这个路因果，你人看好嘅人，特别刀卡手因果，大浪伊诚济。那是讲做中道的，有时抄因果，刀卡手因果抄因果，伊啲苦了不可以苦较苦，伊本正苦就是啥物事？你来出事无女人，无女人了只无趁，你破病来。了破病来，个人无相信伊，这就是讲刀叉手因果，个刀义伊落去，就做好会记这个八项无贪无嗔无痴就是好。咱要看有欢喜心甲无欢喜心，再讲有因果甲无因果，再讲随我发去要做，还是讲人少了一半啥干嘛？你不然一半爱好，一半买好，一半爱好，一半买好，这个就是讲无力的物件。都到这个位置是真正了，所以咱来回向啦。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Samanta cakkavalesu atra gaccantu devata. Sadama munirajassa sunantu saggamukadang. Dhamma sawana kalo ayang badanta. Dhamma sawana kalo ayang badanta. Dhamma sawana kalo ayam badanta. Upoi upose. Tengi le pai wa kong chile pe hình cho punya bisangkara. Punya bisangkara si to te ke hình. Chứ to te ke hình pe lu lang le ekibo. Dalam chile pe si条是讲三条筋，三条筋就是讲伊无贪，伊无痴，伊有智慧，这个三项伊有智。然后有个四条是两条筋，伊无贪，伊无嗔，特别伊智慧伊无。这个八个叫做道德的行，那是你人逐个做这个物件。逐个带咱去出世，若是去出世呢，逐个来出世伫这个七个所在。上帝虽是做人，了会出世伫这个欲界天顶六缘，所以这个七缘就是叫做Sugati Bumi 快乐的世界，有这个欲火，有查甫有查某的所在。了我有讲这个八个道德的行。有出路，有出路的因果，这个因果就是啥物啊？像个路四条筋，路三条筋的这个行，伊别人若是讲咱要离开世间的点啥，伊出了这个行，本是三条筋，了咱带咱去出世，看要做红光，还是要做人，有这个三条筋。了，我佫有讲会记无？我用一句话讲，古圣经呢，就是上甲讲，伊即个八个好的行啊，伊佫有出一个因果叫做无根的因果，无根的因果安怎样？像甲一个人伊布施了后，伊佫出世好嘅人，就因为伊好嘅人，伊逐项会使买。所以若是讲目睭开，伊看到我厝真正爽。目睭开看，我食物件，逐项好好诶，这个叫做欲根诶快乐诶物件，伊逐个看有，逐个有。人若是无做好，
伊就是讲这六根的物件，逐个开目睭看到苦甲了苦的物件，所以这个啊，有这个八个行好的行，逐个出，爱有八条的这个精神，叫做无根的精神。头一条是啥物啊？目睭所看的物件，互伊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啊，真实啊，头目睭看到伊的心无，毋是讲快乐，伊的心是平平。但是过看就会较好，伊变快乐是啊。譬如话是安尼，一个人啊，伊若是做好事了，伊就开目睭看到，哎，这个物件，啥物物件来？哎，这个叫不良来。头一看就啥物物件，迄个精神是叫做平平的精神。伊无欢喜，但是未来过上，哦，这个是不良，哇，我这拖不良的那这就是讲啊，心心初初的是这点的精神是叫做有八角，有八角就是讲心平平，过了后一下伊变做好，所以目睭看到平平变做好，耳仔听到平平的感觉，噗，伊变做好，鼻腔味，本是啊，哈咪味来，哇，我是真正香啊，变好了。第四项食本是啊，动着喙，头是平平，未来一下来变好势好了。但是上古动着的，动着呢，初一下来才讲，哦，真正爽，真正快乐啊！这动着的，伊无讲平平，伊一下来去快乐。了第六项。啥物物件伊看到，伊摕起来入去个心的位，这个叫做 receiving consciousness。这 receiving consciousness 就是平平接受了的这个精神了后，伊摕来想啊，有两好款，就好款啊。伊来想的是伊个心平平，佫就好想，伊想较深，哎呀，真正快乐，真正欢喜。所以这个伊出了这个八点的精神，叫做无根的。这个无根的啊，有一条啊，就讲啊，伊摕起来想了个心平平的，这点的精神会带咱去出世。这个无根的精神会带咱去出世，特别来出世做人，还是做事做红光较低，红光叫做四大金刚较低，叫做啥地神。伊人若是讲这个无根的来出世，爱戆大，爱臭味人，爱青眉，爱出世来搬工务。这个甲了是无10分完全的人，伊做红光本无10分完全。即白日我讲也无这个红光人看，就是有的红光啊，真正无完全的，戆大的本有，这个就是毋是讲悬的天顶，低天顶四大金刚叫做压卡、眼达巴，伊人就有迄一般的，伊人的精神无虾米教育好，所以这个我会提讲人听，这个来做好有这个3条筋，就2条筋，无筋会带咱来出世的快乐的所在。无讲一个精神讲7条筋的无，安尼这个人若是做虾米物件来保持就好，你想看，伊伫保持的点啥？伊无贪心，伊无生地。假如一个人较肥伫下啲非常的物件，起生地无。伊佛教的点啥？是保持的点啥？无贪无嗔，所以逐人2条筋的真正济，3条筋的较少。佛的点啥？3条筋的较济过咱，because佛教3条筋的人较有福气，通拄着佛。所以咱这边我唔敢讲，你人2条筋、3条筋，无人会知，甲到佛世尊一人呢才会知。所以这个就是今日我贴咧讲互人听淡薄。今日我的题目就是讲，要讲啊无这个。恶的，顶一礼拜我讲是8个好的，通人要讲恶的，恶的本是上，特别恶的，伊我人无讲啊2筋、3条筋，还是无筋，恶的就是恶的就是讲啊，伊伫做这个工课，骹手做这个工课，嘴所讲的话，伊有这个三毒、贪嗔痴。咱入了三毒，这个就叫恶的拢总啊，甲了就互咱出世伫4个苦的所在。第一，恶鬼阿修罗禽兽，按这个恶的行有12好款，
12号，咱这12号款、8号款就是对贪起来，9号款的会行对圣地起来，个6号款的会行对这个牛气、昂笑、无信佛活精跌起来，算起来这个8、22加到12点的行叫做恶的行。他那我讲了听，对这个贪的行头先。我不大讲的话，所么那沙沙哈个当，第几个大三百有当阿桑加里讲，所么那沙沙个当，真正欢喜快乐，第几个大三百有当，无相信佛法正，无相信因果。阿桑加里讲，家己主动发起来，无人甲伊做，伊家己爱做，一个一点做恶对贪起来。我好多人一个故事，你听看。甲十八布达的点声，有一个无相信的人，一看到佛来，看到了后，今日4月1号，有人爱佚佗 play the fool 讲啊 ，April Fool。特别这个佛教的点声，这个 Brahmin 啊，真正来咯，伊无信佛法正，伊包一包的塞，你讲。我谈来，晚过来我要报施，所以还咧一包的物件，伊想讲伊做上到伊报施啊呢，还比如咧咱的不大的捌的位，然后后尾走起来这大笑，这是有无？伊伫做点声，伊欢喜流热。第2项，伊无相信因果；第3项，无人甲伊做，伊家己做。死了后。无间地个修甲真正惨，水面连年修伫遐边。即过咱的萨迦曼尼布达来即世间的点声，伊个苦巴律伫地个起来出世做恶鬼，你人看伊个恶鬼安怎样？西汤掉伫头壳，两个手直直勒直直食，直直勒直直食，规身喷屎个了。所以即个和尚看着呀笑。咱这个才讲啊，这个就是净下古不大才讲的故事，就是个净下古伊安尼做，这个就是真正恶的物件，你人体壳唔通做。他叫我批评嗰一项，有个囡仔你看，隔壁出边，隔壁的人在阿摩丹，一看到阿摩丹色红红，了隔壁个无地无人，家己欢喜流热。入去隔壁的公房去头班也无单，伊无相信因果，了无人教伊家己入去办了大只流热，这个就是相，但伊无相到大马去Brahmin安尼恶毒，伊这个是流热爱食去办。第2点的精神本是相流热，无相信因果，但伊这个第2点的，伊毋是主动家己去做的，人叫伊来。上到迄个囡仔即头班也无单，欢喜流热要去办，无相信因果，入去甲人的所在，无人教伊家己主动入。他来看着朋友，伊叫朋友来，你要食阿摩丹 ，free 阿摩丹，干，伊招迄个朋友，所以迄个朋友是第2点的精神，伊无想爱头班，但是朋友招伊入去，所以伊着人，互人招入，招好款的恶。较轻淡薄，淡仔好一看头先入的，伊的恶较重，这是第2点的精神。第3点的精神啊，不得讲，所么那沙哈个当，日子个到日拜有当，阿桑加里讲，所么那沙真正快乐，真正流热，日子个到日拜有当，伊再讲有因果，唔通牛骨啊，因果啊，伊相信因果，但是伊主动发起要做的物件。这个我讲听，这边本是一条的故事。所么那沙哈个当，这个不在卡萨巴的点上，本是上老的会上，真正亲，像甲阿哥阿咧，老的去到路平平，了这个神这红光来啊，嗰是红光啊！你看红光敢做安尼款的工作，红光看到，哎呀，这老的会上，安怎安尼亲咁去到路老人平平？我来做互伊人，老人分开看会袂，所以即个老会上行了，到一个所在，啥人小便，了伊讲一个，伊讲
请你听下者，我入去小便。这一入去小便一出来，点声，这个红光变咗一个查某对这个马路小便的出来。了，这个大外面你听开，你入去上来帮助你，你破咧戒，讲无我无破戒，无破戒咪后尾一个查某，无影无只，你四处看，伊目睭看到，特别迄个人无看到伊，这红光就伫变。了，嗰只红光不要紧，嗰家康做啥把你滴流沙流下面一做爱看正，了，这个回想大啲外面来讲，你唔通骗我目睭看到的，你安尼哦，这查某入去甲你伫咧上个房安尼，你安怎样？讲我无啊，你唔通冤枉啊！安尼样，这个大啲外面的回想，他等念大戒的时，伊讲这个回想我无大戒，我无讲。白白地念这八字木口，我唔敢传播伊，我买念。了，这个讲唔通冤枉我无做安尼物件，所以老人分开个三摆，像讲啊，白白地做好啊，伊无爱挖着做者，无爱挖着，了只红光再错了去讲吼，这个大啲外面的会想讲，反正是我创治的，实在是安尼样，是我变的，我变我要看分开了人，伊。忏悔了，本有因果了，所以未来啊，真来会想亲到对啊，未像啊故事安尼亲，因为人讲啊，牙路过了啊，亲了啊，像讲你骹有热了，抄骹好了，本有一个热了，所以老人的亲无像安尼，未来一个红光死了，随落地狱了，这帮。咱的释迦牟尼佛来的做人的点声，这个红光来出世做人，在出世做人啊，伊要做和尚，在做和尚的时，见一坐闲的房间，人看到一个查某入去的房间，人就会想，哎呀，你和尚都安尼乱来，你看查某对劲，有的去头灯看有导好为啥个听？导好这个安那达宾利加个为啥个唔会讲？佛有知识有智慧暗未无？人讲有，伊讲那是有啊，佛在，唔使我人唔通去插树。你未来看这来为啥个？个这安那达宾利加无插树了，现在派名声这个暗，都去导王听，王来等了看到有影查某出入，就看到查某入了，往入去找无听讲，反正你出来的时，看到有，强微看到查某对出来，他今晚那个入去找无，所以往查来查去，再讲这个是唔是真实的物件，是对因果发起来的物件，所以讲可以听讲。你唔通去偷食，达人偷食，达人无事教你，因为虾米事？你逐个去偷食，变了八个点声，你后面一个查某对紧你条，你唔通去偷食，你来我王中，我会互你食。了，回想讲，哎呀，王本煞占伊啊，所以讲要互伊占物件，要虾米？了，再回想骂伊，你啊。无清气的回想来参来大啲这个暗，互我人这暗吵名声，叫义呢。了伊本骂都对，伊讲你人啊吵，我无吵，我无乱做。了，你无乱做啊，你房间甲十个查某去，你人困甲查某啦骂，老人佛来插树，佛来讲，你今日做这个事。你骂这回想有影无查某，你目睭无看到诶，你敢骂人讲，你若去困甲查某，了这回想讲你，比较是人目睭看到，这个目睭看到对这头落来，对类因果来，所以这个伊这个红光相信因果本加创治人，所以这个你看，伊来做回想的点声，未来伊丢真啊忝。啊！这个物件伫对一条条，牛筋唔通牛筋，甲这个出家人做物件啊，甲大部分袂使牛筋啊，这物件这逐个因果着，
会伊签彩有签会，伊若是无签会，伊今日无来摊出事做人来做会上，未来城市过乱超出可爱。即个伊就是讲伊有签会，伊若是无签会，伊是落地狱。了第四号款的因果就是安尼，会行就是安尼，伊老弱，伊相信因果，特别有人教伊做，这个就是你看有当时啊，人我做囡仔，我分捌甲人教管安尼，争议，朋友争议，了我家己唔敢去，my dear friend， 你摕你3箍走，头你知道咯。了人起来争议好了，找无3箍看苦，特别唔是我做，我无做，我叫人做，迄个人我教伊的，伊本老弱，伊本有相信因果，特别心爱老弱，这个本是无好的因果，这个就是4项对的心老弱心。第5点的因果就是安尼啊，伊个心无欢喜，特别伊个心平平，了伊个有8个3个当。日子gata sampai utang asang karikang伊无相信因果，伊个心做这个恶的事，伊个心平平，了伊家己主动发起去做的。这边一个故事，一个人日贪心，日要食肉，无一日无肉，我袂过日。了未来有一日啊，伊留一块肉。叫伊某讲啊，他一块肉你听煮互我食，我通下去争议。在伊去争议的点声，伊个真正好朋友来，伊讲阿嫂啊，你 husband 得咯，伊争议，你肉无啦，肉卖到了啦，剩一块伊要食的。哎呀，伊要食，伊甲我真正好朋友，先互我头先，白日伊要食，伊家己去找，所以伊摕一块肉去，所以伊争议出来了的时讲啊。我肉煮了话，你讲你朋友来摕去啊，种摕去啊，你朋友喊安尼名，所以就安尼听到惨，我无肉我袂食饭，所以去伫后尾，伊本正抬一只牛嘛在要抬，绑伫这个树头，伊用伊拿一个刀柄，甲安尼，去伫个牛手拢伫喙，拿一刀刮一枝，挖安尼刮出来。刮出来了呢，压入去，你牛好让老血，你想讲我在要死不要紧，跟住我抬，就老血了，也叫某煮，这就是讲啊，伊心平平，伊无相信因果，伊主动家己发起肉的事，腌的事，腌食肉的事，伊强去抬咧挖的牛的枝，这边伊煮了，煮落去，伊某煮好时了来食。煮迄个牛脂当着一喙呢，伊会煮家己家老，伊家己本身的煮家老，用血搭滴，这搭滴呢，7日，伊受一个苦，白像啊4骹白安尼，了规个煮流血直滴到规间厝，这个就是讲啊，真正恶毒的物件，了伊的心是讲平平。伊无相信因果，伊主动发起来，7日过了后，伊落地狱，无间地狱。然后伊某真正好，伊某看到伊个囝徛点，伊讲囝，如果要听台下面阿爸的生意你要做啊，放迄甲下面你去做别项，所以一个囝走路去做别项，去做拍金。所以这个你看，这就是讲伊心平平，第6。有8到3个当心平平，日子gata sampai utang，无相信因果，杀生家己讲，人教伊做才有做，人教伊做，这边本是一条短短告诉你听，一样就是一个黄的人伫顾一个疤，就若是过这个疤，伊的工课就是要带这个人过这个疤，安尼这个疤有这个土匪拍抢的人。所以这个边角，这个边头，自己看到两个人来，红遮，你看到把你这高人，这查某个真正水，真正少年，所以伊想，这个红某呢讲啊，你都拢带我过，伊讲部时袂使啦，危险啦，
你着马在天光困这边，讲我买了我真要紧，讲你下买我无怕잡，你若是去但就死的，互人拍，啊这土匪暗暝真正济，所以好，寡妇之将困这厝，困这厝了，这个就是讲啊，这个病头叫伊骹。下淡薄这个我伊什么连的物件，伊是补救的物件，下啲咧大波的白，下啲大波的白，了马仔伊讲我伊骹听讲马仔原来是花，你人敲了你人拍讲这个拍的死，我不会报，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佢咧人这病症做上个伊安呢，就是讲啊，可以夹。可以夹了，就是呢，伊这个叫做伊毋是主动家己去，人教伊讲你安尼做，咁马在天光的时，这个病头讲，我厝入漆，你看我拄开个了，我宝贝无去，了叫人敲，了加空敲着了，拍这个大波死，拍这大波死，这病头就切人的无，了咱哋实际问你不得，点声这个大波来出事，就在家人。真正清心，人做恶了会晓惊，直直清心，直直听经，不一暝不得讲经甲天光，个受八戒大啲样病。暗暝伊叹一个落汗，就叹一个落汗，人讲啊，你若只叹了，你还是阿咪去做好啊，就恶的物件就系砸你了。所以恶的因果色，恶因果色阿咩啊？伊抢人的某，安尼叫人拍，你打波死，这个因果就扑落去，你看。天光人看了人的厝入漆人嚷了咧漆走，也咧一卡一包的泪，安尼直直走了我人直直对上哇，那只可昨暝规暝听经，大啲江边啲洗面突吹去，这漆看无落走袂过面，迄一包的物件伊下伫这个受戒的人大啲边啊。就受在向边后尾人啲对来看漆无，看着这个人啲洗面，了看着这个荷包一包的泪，你加空来啲洗面啊，你安尼头铁拍甲伊死，生一个咯啊，了拍甲伊死，但是人明白，有当时人要做好，超因果直接来砸咯，所以这个要知就是达人大啲前一世的卖超因果真正济。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人以教人做，所以谈的恶安尼，这是第六、第七。不得讲有八加三个当，第几个当为八又当十三个的讲，这阿三个的讲，阿三个的讲就是这第七啊，伊心平平，伊知有因果，特别知有因果啊。伊家己主动，阿三甲你讲，伊家己主动去，伊要来做，这个就是想讲，不但会无故是దేవdata，偷爱做好，你看，人啊有这个两个心，恶的心甲好的心，恶的心好的心，就会记我顶礼拜我讲，你看，一个叫保险，一个讲唔通保险，一个叫保险，一个唔通保险，爱做好爱做恶，位。这దేว大家不是偷在听着不当这是达到太祖成佛，了这隆重这太祖个了去做回向。现在古人这先这个三百一看到亚那也变化，一只变化。in other words， 偷伊来做回向的时，也好的心也功德直直说，做这先进步谈亚那有三条筋来这先。这那一看到心动力了呢，伊故事的恶浮起来了，这恶浮起来呢，该上个这恶心该讲，如果他那有心动力了，然后用你阿盖来做佛，所以就想完了，做朋友甲这个阿扎达萨杜，所以伊变做一个囡仔，阿毛棍有抓，骹手拢总有抓，头壳本有抓。这阿只大沙都看着一个囡仔细汉，安怎规身甲了是蛇，搁在坐底的篱笆，这看着安尼呢，伊就青惊。了一个耶和华讲阿只大沙都，你唔使惊，我是一我一回向，所以变做对回向。
讲我是回乡来，我要讲互你听，我是爱，我有些行动力，我要来斗骹手路。人这边啊，一变过了啊，伊想安尼了啊。大家都讲，这个台主讲，你戆人，你要听谈到你巴死了，你再来做王，你巴唔知要食偌久，你贪啊第一好做好你巴死了，你看要做王，了安怎做伊家伊咯？家伊咯了未来讲做强死你巴。强死你巴了，未来啊，你做王，你来斗骹手啊！我斗骹手咯，虾米啊？我要强死武大，了我要做武大。哦，安尼只会想，一心动力无了，安尼入就垃圾了，心动力渣那，个心就要清气，伊就起着恶心啦，心动力无了，就无了，就是讲这个，伊家己主动发起啦，伊恶心家己主动起了，就是叫做阿三家己讲一起了。所以未来叫阿只大沙都往斗骹手一起，要做服务大师。这个我解出这个 story 那要讲起真啊长。这第八点的是不达讲有八个三个档心平平，日子个到去八个档，伊相信因果。特别伊就叫十三家己讲，十三家己讲就是讲啊，人家伊做，像这边阿只大沙都，伊讲去抬死的家，最介意的。是ದೇวดาตา伊，ದೇวดาตา伊了，应该那是人开始爸母要落无间地嘅，特别这点的精神是人家伊做的。了第二项，伊过了的是未来伊在错，伊做好真正济。这个桑卡亚那头一个桑卡亚那，伊做 president， 伊开嘅类300 million， 伊搞这个沙滩啊，复发证。所以伊功德是真正大，伊闪开这个无间地狱，伊去出世过一个地狱，本是真正苦，但比无想到无间地狱的苦。所以这条就是讲第八点，拢总对这道路对谈，这个干嘛第七个本是对谈，第六个本是对谈，第六个就是你看，像讲伊贪人的某，伊抬死人翁，这个八点拢总是对谈起来。那是这个八点，那是讲咱要离开的点上去想着去浮起来呢，100%是地狱了。地狱也是让上帝咧较好，有当时出世做阿修罗，有时恶鬼，有时做禽兽。这第八点拢总是对谈，他那个有6点是对伫倒落，对伫这个圣地，圣地无欢喜心，这个是叫多少？贪钱，这个是钱。钱就是罗曼那沙沙哈个当无欢喜心，巴蒂加三拜又当阿桑加里当，这个就是我这边讲啊，像个一个朋友啊呢，伊真正相信这个回乡，因为这个回乡故事甲伊真正好朋友，然后伊个会开心，所以讲我的朋友讲，你爱虾米，这回乡讲你起一个暗好吧，好，我起一个暗好咯。所以起一个暗，哦，这个回乡，那这个回乡就看着这个暗了啊，讲这个是我的暗，这个我的朋友起的。人佛教不大讲啥，真正这得多回乡起来，高家一看到这个回乡，自己真正庄严，达人看到，哎，这个人客回乡，安尼庄严，达人知讲。这个回乡无像甲这个世界这个咩主人回乡，较无啥物 practice， 这个看 practice， 安尼人客回乡是罗汉，四个罗汉，人会看得出，所以人较重用这个人客回乡，伊这边食错，食错了想办法，所以伊家己唔敢管，回乡唔敢管，伊讲给朋友听，这个人客回乡，你叫伊讲唔使大这边。所以这个几本家就讲，发单啊，你唔使大这边啦，你去别位大，赶人走，伊来去赶着4个罗汉，这个就是讲啊，头一点，这个头一个回乡，伊在阿咩主人回乡，叫这个朋友赶，这个主人回乡对无欢喜心。了家己主动发起来，
所以伊赶一个人出，伊叫一个人，伊无做，伊叫一个人出，特别算做是伊赶，这个就是讲啊，真正无好，伊去赶一个出家人，买来落地嘅，落地嘅真正凄惨，即个来出世做恶鬼。咱哋释迦牟尼佛来出世，就做恶鬼。到底日到晚暗，和阿莫兰尊者看到，了伊朋友，伊朋友安怎做？伊朋友赶咧回向，唔是伊爱赶，是伊这个回向教伊赶，这个叫做杀生甲你讲，人教伊做诶，伊会做较轻。所以你看即两人，就做较重，这个回向会做较重，安尼这是回向。食错，叫人赶这个人客回向，咱释迦牟尼佛来点声，这老老来出世做魔鬼，按这个去暗的人，伊来出世做魔鬼了，和莫兰尊者看到，哎呀，安怎安尼刺耳，面是骨包皮，个糖在这个面，到底你做虾米只啊？所以这魔鬼讲。万地，我实在是做好，但是做好了，我来落是安尼样，是落地狱了，他那再起来出世做魔鬼。安尼我系朋友来讲呢个故事出来，了莫兰尊者讲，你朋友出世伫倒落啊？你朋友做咧回向诶？伊讲啊，你看好我上古，你看卡村有一个另外一个物件，迄个物件就是我朋友来，我食是食屎，他那我放诶屎伊食。所以你看名咧，伊做回向，安尼一剁较重，伊就来去出世伫人诶脚前头那边，安尼来去食人诶屎。所以这边就是叫做讲，两条，一条是伊家己主动赶，但是伊家己毋敢落手，所以叫伊朋友赶，伊朋友第10点诶这个精神，人教伊做，嗰2点原因。咱做一对这个武器，不大讲，有别加三个当，为自己加300有当，心平平，了无心活活正，了追，这边就是啥？本时大啲较早无萨萨那的点声，有这八节加布达，这八节加布达的时，有一个。要顺伊故事做好真正济，特别啊，有个人做好了啊，伊会这大热心无假，了伊这个人来出世，因为伊做好，伊来出世做人，佮出世做太子 ，prince 来，就出世做 prince，伊真正大热，伊这大热心无假，无得讲这贪钱痴，甲了拢总是会来。所以这个大热心是对妄想，因为虾米说啊？武器是对伫倒落 ，actually 这个大热是对伫倒落，对讲无明白这个我太子无人知啊，我去倒落，大人要礼貌，啊未做王来讲的礼貌，所以一日就回想行讨食，这个回想是最把这家务啦必结婚。你看大人就要礼貌，按照这个回想无礼貌啊，伊叫你回想来这边，你捌我一无？回想讲我唔捌咯，来，摇你捌削破，他人你捌我无？回想无讲半行，我是太子，这个所在是我的爸做王，白日我是做王，你会做虾米甲我谈啊？回想大点啊，戇鬼，这边是会去呢，无对到厝，到去半路啊，地壁，安尼挖落地嘅。这就是伊是安尼虾米，这个人得到伊是把这个不到来，伊家去削掂那个，这个就是讲武器讲追甲虾米，追甲这个我这个大热，在卡拍落地基了后，咱即个不到的点声来起来出世做人，伊会记啊，哎哟，我就是做唔对来去落地基，无间地基来受安尼苦。占菜伊会记，安尼来出世做人，来出世做爸母的掠夫。这边爸母甲伊讲，你来甲我斗骹手，这斗骹手面，这边扶只掠起来，这边一放，扶了掠手一尾放一尾，掠起一尾放一尾，尾来互人
但无再讲安尼后囡仔，慢慢会使带伊来拍了赶了去做去食了拄着啊蓝俊姐伫偷去，你好卡好手安怎来呢？啊蓝俊姐讲，你来做回销，就做回销，城市过落安，安尼虾米所以行过头三沙啦，伊个伫注意点啥毋知，所以这就是看注意。到第12点有8加3个档，有6加3个有档，有个人乱做。一直乱做啥物？一心乱唔知，一心无欢喜心的，一时啥平的心，特别心肝真正乱，就款像个小人唔知，虾米是对，虾米唔对，像讲虾米本敢做，啥人叫伊那是这去小人阿莫，啥话烦恼话讲咱阿莫啊，伊亚多啲对人是说，就挖着一喷，就是挖着一喷，这个就是讲啊，伊是小。这个是有6加3个有档，伊心乱，伊袂想，袂讲入个想，滴的想，伊个思想歪来歪去，这就是讲伊心乱。咱的 modern language 讲伊想，这个12点拢总是恶的，但咱这12点啊，这个11项，若是讲咱要断开的点啥，咱去会记着这12项。11项伊拖咱落地狱，还是禽兽，还是魔鬼阿修罗。第12点未拖咱落地狱，安尼虾米事？第12点伊就是心乱诚小，伊会做较轻，伊未讲互你去出事伫这个苦的所在，有当时你 escape 来出事做人，讲伊是8项因果，会使讲这个12点会行。11点会拖落去出事伫苦的所在，这12点未做讲 dying that moment 最后尾到的思想，伊未来做，因为心乱的事咧。了这个12点的这个行恶行，伊本有上个淡仔正顶礼拜我讲啊，8个好的行有出这个8个无见的行的 consciousness 的精神，这个。12點誒，這個惡，一般會出7號款嘅精神是無好嘅物件，伊無講有對貪錢痴，伊無，伊會使叫講啊，伊家己主動發起來，這個就是啥物？有8加19米那樣，目睭開目睭所看目睭是苦嘅物件。所以人若是有这个做着这个12项，是11项，10个一项咧会小的心啊，小的有咧无顺，11项伊若是有做着，一去出事，虾米众生本来伊若出事，伊开目睭是看着苦的物件，虾米叫做开目睭看着苦？来出事伫地个开目睭是看着，哎呀，人伫赌，人伫抢，人伫刑法，人伫杀。大囝，人伫教啥甘蔗教，目睭看着惊，这个是叫做头伊是看的时，伊毋知虾米物件，尾来看了伊会苦，是头是有8加就心平平，但是伊过看过一下，哎呀，安尼苦啊！人伫拄狗伫教，哇安尼伫教一块目起来，所以目睭伊看着，互伊大苦。第2项，耳仔所听着。救命！拢总是苦。第3项，伊所味着物件，啥啲补啊，咧揽咧去跳，像啊消毒啊呢，消毒也是讲啲杀也是伊味着，像人线啦，也是讲啊，有诶浸伫咧屎啊、血啦、片啦、痰啦，伊味着臭味。故事会记无？我特别讲有一条故事，你我啲。你话啲大啲门卡口，地基嘅门卡口呐，虾米臭味？安尼伊挖着你维达拉尼口就是咩？屎血痰片嘅缸，隔落水来。安尼讲阿妹，这是地基外，地基那边你特别去啲那边，大啲咧缸嘅那边，就味着是真正臭嘅物件，担着是真正惨嘅物件，担着地基你不得要开吹啊，铁碗落落去一粒，你吹大呐。你冇根，你等
糊了就变水了，开水倒落去，这个就是讲玉金的壳一看到，解动着的壳，刺山沉落了，跟动着物件，跟大壳物件，那第六就是什么？有别加有别加三八的查那就是啊。对这个六斤、这五斤一看到了，一提起来想，哎呀，头是有别个，买来真正苦，哎呦惨啊！我来出事这边心在苦了啊！然伊来提起来，伊是叫做 receiving consciousness 啊 ，receiving consciousness、investigating consciousness， 伊叫起来想，惨了，我唔知要尖掉偌久。有个人出事，第一一知讲惨，我要出事，我要大伫这边，一个阿三街啊，一个小劫，一个大劫，伊知了。有个人讲，哎呀，我60年哦，我要来出事伫这边，伊知，这就是讲这个7点的叫做阿古萨拉维巴加吉达，阿古萨拉就是恶，维巴加是果，真吉达是正心，所以人会记这个12项。唔通讲乱做，落来我要讲会记我讲咱的行，这个好的8项，这个恶的12项，这内的20项，这20项是啲叫做欲界，欲界面上有大波有查某，所以真正这恶事对这个欲境来做，人因为贪大波贪查某，查某贪大波，虾米本敢做？你看福建再来告诉真正济，有诶某事甲做洗籍，叫伊洗籍，抬诶大波人死，抬大波人死，那么再来，安尼伊大考一时过一时，安尼大波人伫死诶时，伫想我诶某真正好，伫西洋诶某，一时出事伫对紧诶某，伊诶某伫唔爱伊，搁伫对伊，这就是看三沙啦，苦海是真正苦，咱这边就是有当时。教会就好，大波人本是好，特别有当时真正苦，这三沙啦，会使唔免，就我唔免讲，这路人加减知这三沙啦。这20点的精神是带咱去出世，快乐是8项，落啲苦的是这个12项，特别大南这12项是。有一项未拖咱落甲真正苦的所在，迄个就是伫小的点声。了11项是互咱出事一个苦的所在。这个到了20个就是有大波有查某，第一本是有大波有查某，做禽兽本是有大波有查某，做魔鬼本是有大波查某。出事做红光，这个欲界，这个欲界就是虾米叫做欲界？有大波有查某，有仙女甲有红光，这个就是。叫做 sensual world 20个行，特别若是世间有安尼款的人，伊讲哎呀，这个欲界真正苦咯，渐因为欲火人因为贪乱做，我来借钱来拼，所以人借三马塔钱，借个三马塔钱买来，伊人成一个罗汉，不是成赚到，伊叫做头一个家呐。借钱甲3摆，伊这个欲金剑，像讲一关一个物件，咱来讲一关一把火也是一盘的土，一关土，安尼一直关3摆买来伊入中了入定面啥物事？耳仔听无着，鼻孔味无着，当着本唔知啊。这个六金点了，意思讲，伊入着家那就是讲谈入定，头一个定，第2定，第3定，第4定，第5定，这个第5定，这个5个定，就是讲 5 jhanas， 这5个 jhana， 大概若是谈着这个了，这个人若是死，伊无来出世这个欲界。伊去出世伫世界天就是讲 Brahma 是就好款的红光，像台湾天王安尼。了，你看若是看小英，你看伊的面有两三个面，
落来看 picture 国家这个 Buddhist pictures 都看，正四个面，人叫四个面的红光，这个就是 Brahma 来，然后就 Brahma 伊有上句的，伊人 Brahma 会修是真正长，这个大劫有时有时8个大劫，有时84个64个大劫，有诶500个大劫有诶正清嘅大劫，所以这个就是讲伊人坐禅甲参拜有入定，才有谈安尼款嘅。然后这个5个jhana，佫有这个本是叫做本仰比桑卡啦，这叫做道德嘅行，才有谈去出世安尼款嘅物件，安尼所在。所以算起来啊，好嘅这个行就是淡仔讲8点，甲有这个5个这个jhana嘅，甲了13项就是讲这个，互咱去出世真正快乐嘅所在。出世做 Brahma 就是本是真正快乐，特别出世做 Brahma 伊个快乐啊，一点静，像甲一拍火安尼，风无吹，点安尼哦。然后火是有真正长，若是你看着第三个jhana，你去伫第三个这个 Brahma world， 第9、第10、第11安尼，伊照算三个jhana，一个jhana 三言，头一个jhana你看着头言、二言、三言，这是叫做台湾天王大的所在。第二个jhana你去。第4、第5、第6，第3jhana你去第7、第8、第9，安尼直去，甲了拢总有16个Brahma world，然后有看，即个有大致即个所在安尼有上人讲，即个 Brahma world 伊有上句，特别伊无查甫，伊无查某了，安尼虾米事伊人入定了，伊人这约会点了，伊人出世，查甫若是死本咯出世做查甫死本是出世做查甫，特别少款的查甫的形佫有伫。了人看，有时有的人啊，大致武大的点声 ，Brahma world 拍落来出世做人，因为伊人故事功德真正好，伊人来出世的时，伊人因为 Brahma world 把路才落来啊，伊人未成红者，伊人毋是讲未成，伊人惊。查甫惊查某惊查甫，这边路人看也是一般的玩了，我从迄路人无定着Brahma world落来的，特别有影惊是假，我唔敢讲啦，假讲我唔买查甫，特别唔知内面有会无人知啊，然后有个人坐禅，甲伊讲，伊 Brahma world 买，因为虾米事上句无落用诶，今日人我靠对滴倒落来，我靠，因为我有上句，我有听。我有生cancer，我有胎过，我有虾米，这拢总对有上句，若是无上句，毋是第一好啊。所以人坐禅，谈着 Brahma， 谈着这个jhana了，rupa jhana， 伊人无爱听我直坐到尾来，佫有谈着4号款的jhana，这4号款的jhana，咱唐人话就是讲啊，空无出天，这 infinity of space。拢总空看到个了，无半项空的所在。伊这个就是跳出这个世界天了，跳出世界天，伊出世伫这边，伊是做 Brahma， 特别无上句的，伊家己有 mind 啊，有心啊。安尼若是佫坐落去，伊谈第2言的这个arupa jhana，咱唐人话叫啥物？色无出天 ，infinity of consciousness。这个就是本是无上句了。第3，伊若是坐落去，伊个到 the world of nothingness，the world of nothingness， 咱定人讲无所有出天。然后伊来个坐落去，伊会谈第4、第1关了。但咱这31年前顶，第1关就是非常天。That means。Neither perception nor non-perception， 伊到甲即个所在啊，到甲即个伊界限啊，要讲听着本无，要讲无听着本无，要讲看着本无，要讲无看着本无，伊这略经点甲安尼了，三摆伊有本要讲毋对，伊无本佮讲毋对，即个就是讲啊，
这个誓言就是叫做无色界天的位，这个就是会记我早我有讲啊，这个色，这个阿咪，这个这个形有3款，本样比好，本样比好，安尼样比是材料的，所以人若是去出世这个无色界天。伊因果是真正材料，伊无乱，伊袂讲失败，渐渐大伫遐边，伊火烧真正长，若是你谈着第4言啊，84千的大劫，咱们说就好升华84千道，如果伫调伫遐边，因为既咱的是达到太子，伊头走出家的时，伊去找先生，头一个先生出世伫这个第3言。伊火烧只60千大劫，咱第2道伊去找到这有达家的先生出世到了是这个第4言 ，neither perception nor no perception， 伊火烧84千大劫，伊人真正无福气，因为虾米说啊？是达到太子成佛，头一项要想要去度进来的，特别一个马路站没死，搁一个马路站一个白死。我讲大白虎火车，伊人安尼坐甲安尼悬啊，那是佛讲经啊，这边佛点啊，伊人会谈4个罗汉，特别伊人无咧福气，因为这段路布施受戒戒善，这边我讲明白，真正一人讲我做好，我有人讲我渐戒善，布施无。受戒无，我戒善，你戒善进步，直去，无福气 miss the train， 但有的人就是啊，福气对这道路来，布施高呀，这个功德到卡手路，高咧点啥路要做好，路去的路着路，拄着先生着先生，拄着出事的所在着所在，拄着点啥着点啥。就好失败的点声，你大伫天顶；无失败的点声，有佛经通听，你来出世做人，趁天福。这对这条路对布施，咱戒会晓闪开这个苦的所在，是戒。虾米事？戒做咱稳大伫天顶，暂时。因为虾米事？咱未谈过，咱来拼来去天顶，去天顶就是意思就讲，我唔通去苦的所在，然后我偏开伫天顶。世间若是弥勒佛若是来我大天顶，我知，安尼大人讲啲沙土，我听虾米事沙土？哦，佛世间有啲佛，我不来听。会记无咱这释迦牟尼菩萨头一道伊讲经，大伫这个落叶湾的时，查甫把你只一个谈一个罗汉，看到人啊，查某下晡的时一个，伊无听经，特别听翁公伫讲话，噗一谈，天顶。16 million 的翁公谈一个罗汉，16 million， 所以虾米事翁公安尼快成，大伫天顶是真正快乐。咱唔通讲人啊，渐希望爱去天顶，本是贪心。天顶啊，头一项唔使去找食，唔使去趁食了不要紧，唔使讲就去出来就要洗衫裤，他顶就要去 market， 就要去读册，就要去做生意，就要去找钱，无，拢总是啥物啊？行咱来去倒路，早起去佚佗甲暗，早起佚佗甲暗。特别路人，我希望路人做好较济。我是安面是世间直直失败，他那路看佛经直直来，直直拉三，直直来，直直拉三。了后过个要来出事。唔知有回声无？不但讲把日失败啊，回声无请假死，夹一块微波到伫镜头安尼尔，这个就是讲失败。安尼失败的时间，咱来出世伫天顶，因为虾米事？天顶啊，阿里亚德瓦是啥物啊？成了一个罗汉的翁公是真正济，你人若是有福气去出世着这安尼款的翁公，阿里亚德瓦出世伫遐边，伊人有讲经，你听了，哦，成功了，谈了。这就是讲真正搞闪开，因为他那时间就是失败，他那时间就是大兴的时，拖做人，后时个做人，特别他那直直去直直歹了，人直直低名了，他那
75岁、80岁，哎哟，阿姆啊，你老了啊，高当了80岁，武大点声75岁啊，你教会冇人爱过，啊，他那都该教会啦，哎呀，死了，挂茶杯了，嗰边还没教会，人直直失败，武大点声80岁真正济，80岁，啊，别啥搞80岁。啊，咱真正80岁，啊，努力到80岁，真正济人80岁，真正济。一个囡仔会记我，武大讲，头伊讲7岁来死，武大不讲啊，伊会死，然后尾来武大救伊，食到80岁，80岁的福建再来真正济。他那人直直失败，咱唔通讲来出世做人，去出世天顶来红光，伫讲经的，咱听，伊人生1个2个真正济，咱谈落去的。香槟咱的成功，哈咪事咱的成功，大香槟天顶啊，上久唔使去找食，上久唔使讲上热，要会讲上冷我袂堪看，天顶真正甘伊稳在，这个两种就是讲真正快乐的所在啊，所以到这边为止，咱回乡。后个礼拜我讲阿伯来出事了，啊，这个行了啊，会记。后个礼拜我讲啊，话这个来去出事的路人听好，对较有火声的人听看，出事的点声，哈咪物件伫边，哈咪，互你笑哈咪物件，毋是你的暑假你要看，你安怎过？